大家好，我係 JK。上集介紹完紅黑杞子嘅功效耳機，今次就講下點分真假優劣。紅杞子以寧夏聰靈出產為佳，佢色鮮大粒，皮薄肉厚，籽小甘甜，枸杞多糖含量高，乾果含水量約12-13% 左右，唔易結塊，就算擠壓成塊，塞壓就會自動鬆開。而假冒嘅就會黏結成塊。寧夏杞子咬落微甜略苦，唔會酸澀甜膩，香味悠長。假冒嘅咬落會甜膩發酸，味道混咗。甜膩係因為內蒙、新疆等地嘅杞子含糖量高，而浸過白飯就會有苦味，打過硫磺則會出現酸澀苦。寧夏杞子杞香味濃，氣味清香自然。假冒嘅香味會較淡，有陣用二氧化硫燻過嘅攻鼻酸味。寧夏杞子果頂有明顯細小白點，其他產地嘅杞子小白點較少。如果用硫磺燻蒸染過，就唔會有小白點出現。將寧夏杞子放入清水，短時間內唔會沉，上浮率80% 以上，而假冒嘅就會好快下沉。黑杞子以青海出產為佳，有光澤，呈油黑色，富含花青素。其他產區嘅黑杞子普遍偏黃，呈暗灰色，並無光澤。黑杞子帶有小果柄，而用藍莓冒充嘅就冇。黑杞子內有6至10粒類似番茄子嘅細籽，用白刺果冒充就只有1粒果核。仲可以用酸性嘅礦泉水同鹼性嘅自來水浸泡去分真偽，因為花青素對酸性水會呈紫色，對鹼性水就會呈藍色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揀到啱心水嘅紅黑杞子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，降壓抗老食譜。仲要 like 同 share 下，下次見。